又到咗下學期需要準備溫習嘅時候啦，好多家長覺得陪子女溫習數學真係一大煩惱啊！見到啲複雜嘅文字題，連大人睇到頭都大，更何況係小朋友呢？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好受歡迎嘅數學課程——數學考試解題秘笈班。呢個課程係由擁有20年教學經驗嘅資深數學科老師 Miss Ellen 親自設計。課程內容針對性極強，特別為小3至小5嘅同學而設。過去嘅課堂反應非常熱烈，好多家長都話見到小朋友嘅成績有明顯嘅進步啊！有啲學生仲話由合格邊緣去返70幾分，成績突飛猛進，啲都係實實在在嘅成果嚟。家長都大讚老師講解得勁清晰，提升返佢哋子女對數學解題嘅自信心。最受家長歡迎嘅就係我哋課程附送嘅練習冊。呢本練習冊係由 Miss Ellen 親自設計，差唔多有40頁嘅內容，收錄咗超過100條精選應用題，每條題目都根據課堂內容去實踐應用，等家長喺屋企都可以輕鬆跟進小朋友嘅溫習進度。我哋課程最大特色就係將艱深嘅數學概念用最淺白嘅方法拆解俾小朋友聽，無論係分數、小數嘅運算、周界、面積同體積等需要畫圖去解題嘅題目，定係一啲融入咗奧數題型嘅考試挑戰題，我哋都會教授獨門嘅考試應用解題技巧，等你哋嘅小朋友一見到條題目就可以迅速自動咁樣去拆解。課程分為2大部分，3堂 Zoom 直播課堂同2個補充課題影片。喺直播課堂度，老師會即場同學生互動，確保佢哋完全掌握每個解題技巧同計算步驟。而每個補充影片都有半個鐘嘅時間，詳細講解一啲考試必考嘅題型、計算概念同埋解題技巧。學生可以一邊跟住影片嘅進度嚟做相關嘅練習題，講解速度嘅快慢都可以自行調節，十分方便。每個課程都會針對性教授唔同年級嘅重點課題。記住，學好數學唔係難事，最重要係揾啱方法。大家快啲把握呢個機會，等小朋友輕輕鬆鬆學識數學，考試輕鬆拎高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課堂詳情，歡迎透過我哋嘅 WhatsApp 查詢。課程名額有限，快啲報名啦！